呢個世界其實好公平，你講一句說話放上網，有機會全世界都可以聽到。但呢個世界又可以好唔公平，因為有啲人講完一句說話可以風過無痕，但有啲人講完一句說話就搞到自己一身蟻。同樣係抽水，點解出嚟嘅效果有天淵之別呢？今日我哋講兩個人，陳志雲同林作。前 TVB 總經理、商台首席智囊陳志雲，佢嘅吹水事件，一單係關於樂壇盛事叱咤頒獎禮，另一單係重返電視城，引發回巢 TVB 嘅聯想。兩件事睇落冇關，但網民同粉絲嘅反應卻出奇地一致，話陳志雲又喺度抽水，係資深傳媒人出口術嘅宣傳操作。件事要從2025年12月13號講起，當時男團 MIRROR 已經官方確認，因為2026年1月1號喺澳門有演唱會，所以會全員缺席商台嘅叱咤樂壇流行榜頒獎禮。但係陳志雲出席一個音樂會之後，竟然向傳媒放出完全唔同嘅風。MIRROR 如果有心嚟唔嚟到呢？都係嚟到嘅。澳門離香港有幾遠啫？佢再講，有傳聞話其中一兩位會趕得到過嚟。跟住佢又話，其實我都唔知佢哋會唔會嚟㗎。志雲大師呢番說話即刻引爆輿論，一方面令已經買咗飛去澳門睇 MIRROR 演唱會嘅粉絲好困惑同不滿，另一方面亦令外界猜測係咪頒獎禮門票滯銷或者贊助有問題，需要靠呢啲出口術嚟谷佢。不過喺一日之後， MIRROR 成員呂爵安 Eden 親自回應，淨係用5個字，冇收到通知，就幾乎篤爆咗個大師向傳媒所放嘅風。Eden 進一步解釋，喺澳門嘅演出會搞到好夜，時間上根本冇可能配合。粉絲聽完之後嘅反應，話大師出口術係有獎嘅，咪送個獎去澳門咯，仲呼籲偶像同公司唔好跪。一個由資深傳媒人發起嘅傳聞，俾當事人迅速澄清。陳志雲呢個舉動被廣泛解讀為幫所屬機構商台抽 MIRROR 水，借抽水製造話題，維持頒獎禮熱度，但手法被指令粉絲反感。雖然係咁，陳志雲冇話 MIRROR 成員一定會嚟，只係話轉述佢聽翻嚟嘅消息，結果係一個已經落幕嘅新聞，即刻翻生。谷唔谷到叱咤嘅賣飛情況就唔知，但佢出嚟吹一吹水，傳媒再寫，網民再估，令頒獎禮重新有熱度。叱咤風波餘溫未過，陳志雲喺2026年1月初又做出另一單引人注目嘅舉動。佢喺社交媒體發布影片同相片，重遊做咗18年嘅 TVB 電視城，並喺大門口同 TVBuddy 合照，留言感慨話：呢條道路上我留低唔少腳毛。時機巧合引爆聯想，喺2025年底 TVB 總經理曾志偉宣布卸任。2026年1月初，陳志雲喺 TVB 門口打卡，同時有傳陳志雲即將離開效力13年嘅商台，即刻觸發娛樂圈嘅偵探模式。網民紛紛猜測陳志雲係咪準備重返 TVB 接替曾志偉個位。TVB 官方火速割席，TVB 助理總經理黃德衛迅速向媒體發出統一聲明，話一直以嚟本公司未有機會同呢位前輩聯絡，曾志偉嘅工作已經妥善交接俾4位監製，仲禮貌祝福，知道前輩重遊舊地心情愉快，我哋都替佢開心。引發網民話陳志雲人無恥便無敵，又話佢諗多咗同想呃流量。一次懷舊打卡，因為時機巧妙，演變成咗一場自編自導嘅大師回巢競猜遊戲。雖然 TVB 反應迅速，但討論熱度已經引爆。呢單嘢被視為一次經典嘅抽水操作，借曾志偉嘅離任，製造同自己相關嘅話題，宣傳商台新節目，無論真假，都已經成功吸引眼球。分析呢兩件事，我哋可以拆解出陳志雲抽水策略嘅黃金公式。第一係模糊消息來源，強調只係傳聞，自己都唔知道；一係就唔出聲，淨係發相，等畫面同 timing 自己講嘢，引發你嘅遐想。效果就係進可攻，退可守，俾自己有走盞位。如果俾人追問時，可以話只係分享傳聞或者感受，唔係官方正式發佈，咁你又吹佢唔脹喎。第二，
要確保話題本身有極高傳播潛質，例如專抽啲當時最大嘅娛樂熱點，務求要一石激起千層浪。第三，要製造爭議。如果出嚟抽水講嘅同原本事實嘅反差大，就會引發網民爭議。須知道爭議係流量嘅加速器，落差越大，討論就越激烈。所以話智雲大師呢兩次操作，好清楚咁示範咗咩叫高手抽水，簡直係抽水界嘅教科書。好啦，又講下另一位抽水王林作啦。要深入理解林作呢個香港抽水王，就要從佢踐踏社會道德底線嘅標誌性手法講起。喺2020年，電影《黑豹》男主角 Chadwick Boseman 因為大腸癌病逝，林作竟然藉演員病逝嘅消息嚟宣傳保險，留言一定要早啲 check 之前記得揾林作保險，被網民鬧佢發死人財。2022年，佢喺韓國首爾梨泰院嘅萬聖節人踩人慘劇後發文，話希望死者有買到人壽保險，並將死者嘅價值與動物相比較，言論冷血。2023年6月，佢喺鑽石山荷里活廣場命案之後，模仿疑犯裝束，發文放售同款波鞋，仲話逃跑一流，俾網民鏟到上天花板。林作抽水抽着火水，最終導致佢被英國保誠保險解僱。為咗製造話題，佢久唔久就會主動挑起爭端。2022年，佢公開表示願出100萬，後來加碼到1000萬，要求藝人陳凱琳嘅細佬同老豆驗 DNA。佢仲諷刺港姐質素，話香港小姐90%係豬扒。就係咁，佢就收到 TVB 嘅律師信。2021年，林作因為一句留言抄我100萬，引發同富三代鍾培生嘅罵戰。最終以8萬酬金打擂台，並落敗收場，但成功將事件炒作成網絡熱話。點解林作堅持呢種抽水嘅策略呢？要理解佢嘅行為，或可從佢嘅背景同埋心態入手。佢係喺單親家庭長大，同老豆嘅關係極差。佢曾經講過，佢老豆喺離開屋企嘅時候話：睇死你呢一世冇乜成就。呢句話對佢影響深遠。某程度上，佢種種嘅出位行徑都係為咗要證明佢老豆係錯嘅。而林作曾經算命，知道自己係是非命，並深信食住是非上就最好。佢嘅商業邏輯係不在乎名聲好壞，只在乎有冇 noise， 認為即使係負面嘅聲音都係流量，都能夠轉化成為生意。佢轉型教投資班，都係喺被解僱後利用熱度進行嘅新嘗試。聽完咗我嘅分析，就可以更清晰咁睇到林作同埋陳志雲抽水嘅本質區別。陳志雲嘅抽水核心在於喺傳媒同娛樂圈嘅規則邊緣游走，林作嘅抽水核心在於踐踏社會道德同公眾情感底線。陳志雲嘅手法係含蓄留有餘地，利用信息落差製造懸念，而林作嘅手法係直接粗暴挑釁，而且經常涉及悲劇同死者。陳志雲抽水嘅代價或者會引發一時嘅爭議，但通常唔會觸及法律紅線。但係林作抽水嘅代價就係失去工作同社會聲譽。總括而言，陳志雲玩嘅係業內高手喺灰色地帶嘅智力遊戲，而林作玩嘅就係一場以自身名譽同前途為燃料嘅危險流量賭博。兩個抽水王高下立見。好啦，我都抽完水啦。你聽緊嘅係亂噏秘笈，中意呢一條片嘅請 like、share、留言同 subscribe 呢個 channel 啦。下次再同你亂噏過，拜拜。